魔法要被挑戰第18日。媽咪好感恩啊，好多謝媽咪，好感恩媽咪可以同我一齊玩啊，感恩啊可以聽日就可以返大陸，好感恩後日就可以瞓覺，好感恩。仲有去生日會，可以去生日會後日，同埋好感謝今晚可以去屯門公園。背得好熟啊！佢嘅行程，我今日嘅目標係要同阿仔去玩，我好感恩我可以去玩，好感恩我有好多朋友，好感恩我收到邀請，好感恩嘅大家記得我，好感恩我有能力，我有存在感，好感恩我係舞台型嘅導師，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朋友邀請我同阿仔去玩，好感謝我哋。有好多好嘅老師同我哋一齊互動，一齊成長，好感謝學校俾機會我哋一齊去參與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活活潑潑，感恩魔法。